我自己貼上，我自己擺茶紙袋，我自己擺書包。早安呀，老師，很喜歡見你。早安呀，老師，很喜歡見你。今天是2025年11月5日，星期三。天氣是今日有冇太陽公公啊？冇，所以係咩天啊？正正講陰天。哦。你屋企有啲咩人喺度啊？呢個係邊個？爸爸，仲有呢？仲有哥哥，仲有呢？心怡，仲有媽咪，你哋喺度做咩啊？你哋喺度影相，開唔開心㗎？開心㗎，好犀利喎！不如我哋俾啲掌聲心怡啦。我哋收埋手仔，謝謝讚賞。Let's go! Oh, Mr. Sun, Sun, Mr. Golden Sun, please shine down on me. Oh, Mr. Sun, Sun, Mr. Golden Sun, hiding behind the tree.自己蒸結，我會自己收拾。玩遊戲，爸爸我玩，我中意睇動物。我中意睇植物啊！我好中意睇圖書。
手和很玩啊。哈哈哈哈哈！